好，咱头拄看到这劳动部才拄发生员工哪像想到霸凌自杀的事件，即马就连卫福部嘛传出疾管署警备组长甲员工霸凌，立委柯景君伫咧接讯的时阵是甲相关的录音档案甲报出来。部长柯泰元是表示讲，即马已经有要求疾管署赶紧来处理，调查报告预计后礼拜4就会出来。 在劳动部的事件了后，工课场霸凌的情形小连续红爆出来。民众党立委陈昭珠日伊讲伊接到检举，而且卫福部主任秘书兼社保司司长刘玉官上台，甲问讲敢是有无分平常时或者是休困日，拢要求下司都要24点钟提名，家己早早就下班。 我没有请过同仁要加班，或是假日要来上班，没有一次都没有过。就是一句话，就是没有。有提到执政党空降爱将，我这应该不是你，因为民众也无签名的文章内底有讲到是最近才调来的市长，卫福部部长柯泰元表示，即卖卫福部市长并无新上任的，亚康的内容甲刘玉官的背景并无同款。针对外界关注，有消息指出，卫福部疾管署警备组长哪像涉及工课场的霸凌。 柯泰元强调讲，已经要求疾管署加速处理，把过去本来需要2个月完成工课场霸凌的调查，缩短做1礼拜。下午回去，有人就打电话，匿名电话进来，但我们都会一一的经过查证，那也希望您可以审慎的处理。时程，因为大家关注，所以我们把整个2个月的时程缩成1个礼拜要来完成。疾管署署长曾真祥进一步指出，疾管署霸凌调查报告按算后礼拜4会出来。 而且会尽量伫迄天召开考察会。咱立委柯景君伫咧质询的时阵，嘛报送疾管署内底咧烧灭录音的档案。我会这样做，我是神经病吗？下次我不要跟你们开会了。部长，这您听一下哈，这声音你认得吗？讲这种话听不懂吗？我认得嘛啊。那你为什么要改？这是目的良善的沟通吗？当然，我觉得语气对不对？啊，你会不会比照劳动部来处理？一定会啊。 柯泰元强调讲，无稳准霸凌的现象发生。曾真祥表示，疾管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嘛会找法律专业、甲心理咨商专业的外部委员来参与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